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搁再一次有美好的恩典，咱会当奉主的名组织来敬拜、学乐、听谈咱的主。咱今日要通过诗篇，咱拄仔所读过100篇这篇的诗篇，咱来思想，咱大家是毋是真欢喜？咱大家来欢喜从啥物？敬拜咱的主咱教会的周报，不管是国语堂还是咱台语堂的即个封面有即个诗篇122篇第一节遮讲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我毋知咱兄弟姊妹，咱每一届来教会的时阵，尤其礼拜早起，备办咱的心要来教会的时阵，咱的心是毋是亲像诗篇122篇，也是咱踮面要来看100篇所甲咱提醒、所甲咱教示的，咱真正是欢喜同心来敬拜咱的主呢？感谢主，互咱有台语堂安尼遮尔美好的一个团契。咱台语堂一开始是一个团契，总是讲兄弟姊妹自执斗阵，咱毋是干那咧团契。有人咧讲趣味啦，讲团契、教会的团契专门咧食啉食啦国语叫做团契，即两字中文甲伊拆开，团契迄个团外口迄箍仔甲摕起来，放喺刺的倒手边叫做团契变专吃啦咱教会毋是俱乐部咱教会嘛毋是咧专吃但是耶稣定定咧带门徒的时阵，有当时嘛是甲门徒斗阵咧啉食啉食是咱人真重要紧的一件代志但是佫有一个比这佫较要紧的，就是咱爱了解咱有即个主，逐日咱甲伊敬拜所以咱今日用安尼短的即个时间，用即篇的诗篇来思想，上帝互咱遮尔好的一个台语团契。一开始的时阵，因为是团契，但是因为早时的兄弟姊妹知影讲，咱不只是团契就好，咱嘛爱需要来敬拜主。所以咱台语堂就安尼因此开始第一礼拜日的早起，不止伫大堂有一群兄弟姊妹咧敬拜，咱讲台语习惯台语的兄弟姊妹嘛有即款的心，成立了咱台语堂，安尼目睭年30年应该差不多一代过去搁一代咱一代过去搁一代，人对囡仔会大汉大汉囡仔会变成啥物？会变年老所以望咱台语堂差不多30年前的兄弟姊妹所建立的即个台语的礼拜，咱离未来佫会当继续咧华人堂当中有美好台语的礼拜所以我今日用这篇的诗篇，甲兄弟姊妹，咱大家共同来勉励，咱不止会当来台语堂做礼拜，更加会当用欢喜快乐同齐来做礼拜。感谢主，咱台语堂咱每一年有2届的即个退休会咱伫顶个月遮伫二书每一年过往安尼用尽心尽力为咱备办安排的即个美好的行程顶礼拜咱阁有即个同工会咧讲下半年咱要去台大家安尼集思广益，咱嘛望讲会当阁规划一个美好的即个退休会，望讲顶个月无参加到的兄弟姊妹，咧下半年的退休会的即个这安排当中，咱大家会当甲时间安尼分别出来，同齐去上帝所创造，互咱生活徛起的台湾的某一个所在，咱会当有美好一个即个退休会，会当搁团结咧主的徛内底。咱无去的人小看者，今日即张相片去过的人就知影啥物所在。307即条溪叫做加九寮溪，我毋知叫做啥物叫做加九寮溪啦，可能是较早原住民的话，我毋知影啦叫做地图看加九寮溪，伫拄仔一个挖角的所在，因为迄个角度的问题迄溪仔小无讲看介清楚
咱头一站吼，迄天要去探灵寺爱食远的吼，二叔甲咱安排左上角、甲左下角、甲右边，这三场代表阮去的所在叫做啥物所在？维乐山丘，真正是真热的山丘，毋是维乐尔边仔拢往来园啦。咱几年前去个嘉义嘛是往来园呢你明阳即届去迄个南投嘛是往来园啦所以呢，迄维乐山丘可能迄三合院的主人嘛，我毋知影啦。你迄所在伊就去一个咖啡厅啦，大家安尼地台北千里迢迢坐2车坐几啊点钟就去即个维乐山丘去休息休困一下啉一下咖啡因招待啉咖啡配饼人讲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坐也无尾也歹势所以阮师傅甲查某囝买一寡丹炉那个代表讲教官安尼啦，我毋知遐里面有教官无啦小华一个敢若教官真济休一下串一下要去食头所以就去一个真中一个餐厅迄阵真有动得着，所以无翕着相啦。后来就去即个所在叫啥物所在？三林溪大饭店。迄两个遐所在敢若两个休困的所在，但是二叔讲即间带了较舒适，所以安排即间啦大家翕一下相遮就是附近的一寡美丽风景的所在啦大家看讲无介清楚啦，因为你无去较可惜啦但是今日总是讲互大家安尼无去的人小欣赏一下感谢主2天1暝短的时间，伫个所在有安尼短暂的一个心灵的一个安尼透放愉快迄个所在真正是非常好的所在空气清新水也清伫迄个所在真正是避暑胜地咱台北差30几度，去遐可能剩20外度啦呢大家小欣赏者小欣赏者。望讲咱下半年的即个退休会大家会当拨时间一定爱来千万来参加免开千万几千块就好啦好，今日来大家来分享即个诗篇100篇拄则已经拢有读过即诗篇敢若5节尔所以牧师就用5个问题甲大家来分享即个其实是你刚退休会下暗诗班的即个退休会因望讲牧师甲因分享者我就用即篇甲大家分享，但是我知影讲有真侪人无去所以我今日佫讲一遍啦听过的人加强印象啦，无听过的人知影讲咱去毋是干那欣赏即美丽风景，咱其实嘛有受去读上帝话，领受上帝话。我当初甲兄弟姊妹所分享的即段诗篇因为伊是诗班啦，我就鼓励伫咱第一堂的诗班的兄弟姊妹，大家当欢喜来唱诗啦服侍毋是一件艰苦的代志。望讲咱咧服侍的时阵，知影这是上帝互咱的恩典，会当咧服侍当中哪服侍哪愉快愈服侍心情不只好，咱的心灵会当来有迄个满足所以我甲大家兄弟姊妹诗班讲，大家来你诗班献诗每礼拜你献诗的时阵，咱阁进前有准备会后爱阁练习种种所以呢，兄弟姊妹爱付出真侪时间体力心情，但是总是保罗嘛甲咱勉励咱来殷勤来做工，这毋是无采工，这一定是有采工的上帝必然甲咱纪念所以我今日虽然讲在座毋是每一位拢是诗班，嘛同款咱无咧参加诗班的班员咧服侍的人，咱咧做敬拜的人，咱每位兄弟姊妹嘛有缘也有安尼一款的心。咧圣经当中讲到敬拜，其实就是服侍；讲到服侍，其实就是你敬拜。所以敬拜甲服侍，敢若一个同文摕出来有正面甲倒面即两面拢是同款的拢是同款的。所以咱不管是你敬拜还是服侍，拢是同一回事啦所以今日即5站呢
吼，其实有5个问题啦，咱来好啊小啊思想一下吼。第一个问题是啥物？大家有看无？问题互咱啥物？一个问题。敬拜中心是啥？咱既然讲爱欢喜来敬拜，啊，敬拜迄个中心到底是啥物吼？啊，第二是啥物？用啥物款的心来敬拜吼？啊，第三是啥物？咱甲上帝三权的吼。啊，第四咧，咱要安怎来敬拜？吼，啊，最后第五，我告上帝是有偌好，吼，这5个问题，啊，这5个问题的答案拢伫这个诗篇吼倒手边的这段诗篇当中，吼，这个问题可能兄弟姊妹拢了解，咱去做答的时阵嘛，一定拢考100分，吼，但是咱今日搁再一次通过诗篇100篇，咱会思想这5点，吼，这5点，啊，诗篇是安怎甲咱讲，吼，甲咱提醒。咱来思想第一部分，咱拄仔讲敬拜中心是啥物？我拄仔讲，咱教会的礼拜，吼，教会的团契，毋是一个俱乐部，吼，咱是一个礼拜的所在。啊，为什么叫做礼拜？因为有一个礼拜的对象，迄个对象是啥人？哦，当然，兄弟姊妹感情好好，咱会足期待，吼，逐礼拜见一面。啊，感情搁较好诶，哦，礼拜中间，哦，可能咱会搁相招相找，啊，去佚佗。咱兄弟姊妹某一群人，可能啊，身体嘛，感觉讲啊，需要安尼去，定定安尼去安尼骨头吼，筋骨安尼活动者吼。不止讲啊，等一礼拜见面一届，短一届，嘛毋茫讲会当逐个去斗阵，吼，去外口行打，迄拢真好诶一件代志，吼。但是我拄仔讲。咱是即个群体，是一个上帝子民的群体。哦，咱有一个所听咱的天父上帝，逐日咱甲伊敲吹，逐日放在咱的心中。吼，啊，我前2工甲一寡社青的兄弟姊妹，因的专题，迄暗暝专题，请3个拄仔结婚，吼，最近1年来结婚的3对翁仔某。来讲啊，你是安怎交友找着啊？安怎建立家庭啊？即摆心情是啥一个分享？啊，因讲到讲安怎去啊找着对方啊？安怎去教养？安怎去建立家庭？啊，我最后甲因勉励啊，哦，一个婚姻遮尔啊无简单啊形成啊，哦，但是咱生活咧台湾即个离婚率敢若真悬的所在，咱做一个啊做个温度啊，安怎会当呢？咱的婚姻家庭会当安尼持续落去，吼，就亲像古早人讲的吼，会当别条改弄。所以我用雅歌书啊，吼，2句话甲因分享啊。你第一章的应该是10几节的所在，讲啊，我的良人啊，啊，亲像一袋这麦药啊，吼，放在我的怀内，吼。啊，我的良人啊，就亲像即个什么花啊？哦，凤仙花吼，我袂记啊。啊，你即个隐居伫迄个所在吼，啊，你开花吼。我用即2句话甲因勉励啊，吼，你一定要甲对方啊当做一袋这木药啊，定定放在你的心肝头内底，吼。啊，隐居伫是迄个沙漠当中的绿洲。遐是种葡萄的所在，啊，葡萄开花应该无啥香味，但是遐讲啊，有一丛安尼凤仙花，是讲一束凤仙花，不止水，吼，阁有迄个芬芳，吼。那安尼时阵，迄个基督的家庭就会美好，吼。所以呢，吼，我甲迄兄弟姊妹安尼甲因勉励，吼。所以咱共款，咱兄弟姊妹，咱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上帝，如果有主，吼。啊，有一句俚语叫做你也心中心中无主，就六神无主啦，啊，你心中有主啊，你就会抓会调啊，你会知影讲，即马拄着啥物问题啊，将来要啥物款的方向，你拢有把握，因为你有挖苦，所以敬拜嘛，共我咱来每礼拜来做礼拜，
兄弟姊妹，咱一定爱把咱的中心点了掉。毋是讲啊，今日诗班献诗真好听，啊，今日牧师讲了无好，不管是好啊歹，吼，兄弟姊妹，迄拢毋是咱的中心点。当然，通过诗班的敬拜，带领咱来学习上帝；通过今日来听道理，来听去上帝的话，吼啊。检采讲今日的信息讲了无讲介好，但是兄弟姊妹，如果你有一个备班的心，你有一个美丽的心，你有一个敬畏的心，我相信你同款会当得到力量。吼，当然牧师嘛会努力。吼，所以咱拄仔已经问到头一个问题啊。中心点是啥人？我拄仔今嘛讲嘛，是啥人？上主。吼，这答案毋是牧师讲的哦。诗篇第一节安怎讲？全地啊，着对上帝欢呼。这个全地，毋是讲叫土来甲上帝欢呼。当然，咱人是土做的啦吼。全地意思当然是讲万物啊、万灵啊，着爱甲这个上帝安怎真最大吼，甲学了吼，学了到一个形容个欢呼。你看人，你拍谱啊，讲哦，咱下晡要参加咱这个啥人的音乐会啊？建中老师的音乐会，大家兄弟姊妹，毋是干那你去啊耳孔听、目睭看，咱有啥物反应？会拍谱啊，对无？啊拍安尼，也是倒一种，建中来听着倒一种，会感觉讲大家甲我肯定是倒一种，第一种还第二种，也是第三种，也是一直拍袂停。如果你是音乐家，你台顶的时阵，吼，你希望得到是啥物 ？Bravo， 对吧？啊，上帝咧，兄弟姊妹，咱来敬拜上帝的时阵，咱是毋是安尼？诗篇的诗人甲咱讲的，着对上主这个对象安怎欢呼，对吧？吼，毋茫咱第一堂的每一个礼拜。咱知影咱的焦还是焦啊？焦点啥？焦点是天顶坐宝座的迄位。虽然目睭看袂到，哦，耶稣讲咱敬拜伊，爱用咱的心思甲心灵，然后咧就会看到伊啊啦，哦。所以，咱第一节已经甲咱提起，敬拜中心点是上主。哦，过去咱的牧者是王牧师，你昨晚毋来呢？你做了完崇拜，哦，因为3个离迄个教会离开，哦，牧师邀请伊8个来咱台语堂讲啦，吼，大家备班啦，吼。啊，即摆现主是姓木子李的，吼，但是未来嘛。一定去换另外人，对毋对？总是啊，徛伫这讲台上的吼，无一定是固定迄一位，但是伊拢是啥物？每一位拢是上帝的手套。安怎讲？手套会当做真侪功能，敢毋是？如果你是煮菜的，吼，迄手套就是总铺师的手套；如果你是指挥的，迄个手套是指挥的手套，对不？如果是做工仔的，吼，贴砖仔的手套就是做工仔的手套。迄个手套是看什么人的手撑入去，吼，迄个手套做什么款的功能？啊，手套是无路用的吼，迄个手啊撑出来，手套放喺桌仔顶、桌仔涂骹，就算来放喺悬悬的所在，迄个手套拢是无路用的，袂叮当的。爱迄支手撑入去，才有路用。什么意思？上帝就是迄支手，不管姓王的、姓李，还是未来要姓陈的、姓张的，迄拢是手套。牧师只不过是上帝的手套。第二点，咱来思想，诗篇甲咱提醒的一个问题，啥物问题？大家敢用看的？目睭无介好，牧师已经老花眼了嘛，无介好吼。用什么款心来敬拜？兄弟姊妹，
咱每礼拜来做礼拜，咱是用什么款的心来礼拜？有当时咱心情诚好，有当时拄了一寡无好的代志，心情无好，还是今日身体足勇健的啊，啥物拢感觉真舒适，吼、心情嘛诚好。啊，今日心情无，因为今日啊身体敢若欠安。咱人会受到环境、受咱的身体、受咱的心情的一寡变化，吼、而变化。但是今日诗篇的诗人甲咱讲，来做礼拜的时阵，不管你是啥物款的一个处境，吼、咱的心情拢爱用啥物款的心情呢？欢欢喜喜，对不对？所以我拄仔讲诶，咱的教会为什么早年的周牧师伊要选即节的经文诗篇122篇第一节，正做咱今日发展堂的即个周报的即个方面，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呢，这真要紧，又比人甲咱讲，甲咱招讲，来去教会哦，咱就爱真真正正欢欢喜来去。啊，要招别人去嘛共款，今日诗篇100篇嘛共款，嘛甲咱讲，咱就爱欢欢喜喜来敬拜。第二节安怎甲咱讲？对，欢欢喜喜，对毋对？来从啥物？来敬拜上主。我拄仔讲，这是咱的焦点啊！我是讲对啊，讲毋对？对吼，焦点。对安怎？唱俄罗的歌来到伊的面前。我拄讲，不只是诗班来唱歌，兄弟姊妹，咱每一位拢爱用诗歌来学罗咱的主。希伯来文，希伯来书讲啊，咱嘴唇的果子献着主，用欢喜的声来唱诗歌，用欢喜的心来敬拜，就以逐日咱来听来学罗的主。所以呢，今日第二问题，我毋知兄弟姊妹，不管咱是啥物款的一个处境，求主帮助咱，互咱拢有一粒欢欢喜喜的心。圣经真侪安尼的教示，你即个哈巴古书啊，嘛有一段话啦，意思敢讲啊，哇，因兜拄着一寡真无好的代志啦，我拄仔讲葡萄园也无过结子，即个羊啊。无生羊仔囝，田也无啥物收成，不管是啥物款，遮尔啊歹。哈巴谷迄书遐讲啊，我犹原是要安怎？要因为耶和华快乐欢喜。兄弟姊妹，咱敢毋当安尼呢？所以呢，毋茫讲咱每一届拢来教会做礼拜的时阵，拢用一个欢欢喜喜的心来。第三。拄仔讲到我已经甲地方拢讲出来，好来，咱爱安怎？已经拢知影吼，目睭真正是诚歹。咱甲上帝啥关系啊？要讲甲上帝啥关系的时阵，咱才知影上帝是啥人啊，对毋对？所以第三才甲咱讲，咱着知啥物？上主是上帝。敢差一字吼，不管是上主，还是上帝，还是耶和华，还是你叫伊啥物名，你圣经内底对这位咱拄仔讲的认定的这位，伊的形容超过100种。今日咱即个诗篇翻译台语的翻译是安尼写啦，就爱知影上主是上帝。如果咱毋知影这位上主是上帝，咱要怎知影去甲伊敬拜呢？所以真侪无入捌上帝的人。毋知影耶稣基督互咱的即个救恩的人，因会去敲找因心中所认为的上帝。所以讲，你的上帝，我的上帝，无一定是相共。甚至咱今日无偌济人，20-30人伫这所在，大家做组织伫这所在敬拜，你心中明白的耶稣，甲我心中明白的耶稣，敢有完全拢一致共款？可能无一定哦。但是保罗嘛勉励咱安怎？大家共同来追求，追求到咱真正会当明白伊，大家同归为一，安尼就是咱上悬的境界。这是咱信仰追求的目标。咱就要知即个上主是上帝，为什么？
经文我咱甲咱讲，讲啥？伊是迄人创造咱的人，伫创世纪第一章开头就已经甲咱讲啊。啊，咱是啥物？咱是属于伊的，哦。过来咧，咱是伊的子民，哦。啊，伊呢，哦，无养咱是伊的羊群。如果咱无安尼的了解明白，咱是袂当来敬拜伊的，无法度来敬拜伊的。真侪也无明白伊的人，就是因为即款的问题，所以认为讲，为什么爱来敬拜耶稣呢？为什么伊是为因呢？哦，所以退休的啊，有两个吼，无信主的吼，咱兄弟姊妹所邀请的亲人啊，哦，了其中一个牧师，一个因翁婿咧问牧师一个问题啊，伊讲。因某带伊问啦，带阮翁婿问啦，讲，摩西吼，为什么迄个红海分开实在是吼，实在是即个，伊感觉讲这无啥可能的代志。我毋知为什么伊会去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有看迄个电影啦吼，出海奇迹啊，从啥吼，迄就是潘真真姐妹因翁婿所问的问题啦，吼。啊，潘真真本来嘛无信耶稣啊。伫咱教会做柜台安尼做安尼啊久，总是主会去带领伊感动伊嘛。几年前伊也信主，但是因翁婿伊无愿意信主，伊讲，这还阁真正信袂落去安尼吼。啊，另外一个吼，啊，咱小凤姐姐姐，哦，伊足虔诚的哦，哦，去无去教会做礼拜，去跑野做礼拜啦。哦，伊就感觉讲啊，拢真好，恁也好，阮也好啦，哦，哦，但是伊也愿意分享，嘛愿意参加咱的退休会啊，嘛讲有一天啊，哦，小凤伊所期待二姐妹当来明白耶稣，哦，相信耶稣，敬拜耶稣，哦，所以今日这视频甲咱讲，咱会知影这个上主是上帝，啊，耶稣甲上帝啥物关系？啊，今日无时间讲遮，大家拢了解，哦，所以第三咱来思想吼。第四啦吼，第四什么问题？咱安怎来敬拜？我欢喜是一个态度，一个心嘛。啊，安怎来敬拜？迄是一个行动嘛。吼，第四则安怎甲咱讲？安怎爱来敬拜？感谢主，学了主。哦，有一句笑，有一个笑话啦。有一个基督徒吼，安尼吼，信主信甲吼，口头禅拢常常咧。哦，感谢主，学了主，感谢主。伊骑马啊，咪骑牛啊，啊去山顶啊，行山路，行吼。啊，伊拢有一个口头禅就对啦，吼，感谢赞美主啊，你感谢学了主。结果啊，迄只马啊，一路啊吼，结果骹可能踏无在吼，啊，要跋落去吼，迄刻啊，要跋落去迄刻，迄个基督徒嘛是口头禅讲出来安怎？感谢学了主，啊，就落去啊。迄是一个笑话啦，吼！兄弟姊妹，虽然是一个笑话，迄嘛是真严肃的一个信仰的问题哦。咱若拄到即款的安尼危险嘛、危机啊、性命要无去啊，有法会当感谢俄罗斯吗？当然，咱今日无即款的危险，咱更加爱感谢俄罗斯啊！哦，这毋是一个态度呢，那是真正第四则安怎甲咱讲？着用感谢进入。哦，伊的门哦，着用颂赞呢入去伊的庭哦，着感谢伊哦，称赞伊的名哦，所以咱用安尼感恩的心，嘛用感恩感谢主哦，用颂赞哦，用颂赞的心来学了主哦，所以有人讲啊，哦，祈祷有。镜头啊，摕出来会当有5个方面的祈祷。啊，祈祷一般人讲啊，我有需要，我来恳求啊，破病去祈祷。啊，你有啥物要考试去祈祷？啥物去祈祷？啊，无便当啊去祈祷。不只是咱人的这个需要利益，祈祷毋是干那安尼尔。伊讲啊，手摕出来，祈祷有5个方向。上悬的方向，第一站的方向就是安怎？就是学了。第二站的。祈祷是啥物？就是感谢。
再来中啊，这才是祈祷。啊，毋是啊，第三这是认罪啦，吼，认罪，中心点就是认罪。啊，这个无名迄就是祈祷啦，咱是上无要紧的是祈祷，吼，啊，这上细就是大祷。所以咱祈祷会当有这5个方向，所以你无啥物需要，有人时啊，还即摆有啥物大祷的，想袂出来啥物哦，想袂出来啥物安怎？阿罗主感谢主，所以今日敬拜嘛共款，兄弟姊妹，上好的敬拜就是阿罗主，无一定讲伊为你有感受讲，伊为你完成啥物，你才去甲伊感恩，拢无的时阵，你会当甲伊阿罗。当然有的时阵你爱甲伊感恩，所以今日诗人安尼甲咱提醒，用感恩进入伊的门，用阿罗入伊的埕，用即款的心甲伊发出阿罗的歌声来，第5最後是啥物？講幾步，這上帝到底有偌好啊？為什麼逐日咱甲伊敬拜？第5節安怎甲咱講？即個上主安怎？至善啊，至善啥物意思？至善是上好迄個啦，不知四善诗篇有真多啊，伊至大、至悬、至高、至好、至水，真多。遮甲咱讲是至善、外善，伊的主会安怎？煞到永远。啊，伊的信是安怎？透到万代。今日时间的问题，免去解经讲这啥物意思，兄弟姊妹，咱来体会一下。我有想到一条歌，你备办这的时阵想到一条歌，有听到一条歌，兄弟姊妹应该有听过啦，牧师唱了袂标准啦，但是因为安尼我小唱2句啊，大家听看卖咱是毋是咱亲像即条歌共我安尼来甲伊大家安尼每礼拜咱安尼欢喜来敬拜。即条歌大家敢知影要唱啥物？大家来阿罗主耶和华，用主耶和华唱新的歌，无一定就对啦哈利路亚，是毋是安尼？听到的时阵是安尼对吧？主耶和华是我的帮站，主伊全能的手甲我来看。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无论倒落去，甲我同行。稳定作主比永远相随。哈利路亚，是毋是？天堂金车门为我大开。哈利路亚，你敢知我咧唱啥？知的人就知，毋知的人嘛以为毋知。咱三个按头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用喙来阿罗主你的圣尊名，嘛会当用耳孔来听你，互阮美好圣经的话语。通过今日诗篇的100篇，互阮会当来明白了解，互阮每一位台语堂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大家欢欢喜喜来到你的面头前，敬拜阿罗主你的圣尊名。阮知你是阮的唯一，阮也知主，阮一切好处无伫你的以外，互阮每一天拢有欢欢喜喜的心，知影主你是甲阮同在的主，嘛是保守带领着阮每一天日常生活工课的主，也是伫礼拜当中，逐日阮来甲伊同心敬拜的主。阮知影主，阮是属你的，你是阮的主。阮要用感恩甲阿罗常常来敬拜你，因为我知，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也知，上主你至圣、至善、至悬、至高，你的慈爱煞到永远，你的信息透到万代。阮会当成做一群蒙恩的团体，是何等的美好！阮今日搁再一次奉主的名组织，伫即个当中，要来敬拜你。望主，你会当
来喜悦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敬拜爱主的心。阮来向你感恩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